中国总宣布恢复受理福建居民申请到金门自由行加团体旅游，有真侪金门店头家甲民众拢真期待恢复观光。陆委会对中国宣布开放是保持正面的态度。因为目前中国旅客到金门旅游，也是以专案审查为主，讲未来会阁看状况来继续调整。 陆客采线团、小花团最近陆续到金门考察旅游，为观光交流做准备。对方日前下昼宣布恢复受理福建居民到金门旅游申请，包括个人自由行、团体旅游，拢会当坐小三通到金门观光。消息指出，不少金门店家民众拢期待会当替当地旅游市场注入活水，让陆客来金门，金门才有生意可以做。现在的生意都很落后。 啊，每家都在哀叫。我们也期待很久了。中国大陆毕竟它市场性比较大，那我们目前呢也都做好了全面的准备。因为宣布的时机拄好是对方在一长假进前，旅游业者推测金门街路有希望抑制陆客增调，也讲到开放团客对大型本来较有利，开放自由行是各行各业拢会当受益。金门县府表示会甲对方相关单位保持联系，希望让陆客有好的旅游体验。 乐观期待未来的这一个发展，我们也希望说可以恢复到甚至超过之前我们疫情前的最高峰。 进来的人还非常少，到目前为止还不到200个。我们还是希望说速度能够加快一点，然后到时候再来考虑说，是不是由专案转为一般的签证就可以了。陆委会表示，陆建对方宣布相关的开放措施，不过目前陆客到金门旅游有关以专案审查为主，但陆团还是自由行人数达到一定的规模，会随时检讨甲调整。记者综合报道。